各位听众，欢迎有人再对来听鬼的故事。这个礼拜我们今日就坐台北嘉宾起来讲鬼故事，我鬼的声都是咧，对哈，这个礼拜鬼故事，到底这世界为咱听，到底车内面、腰面，跟大家惊。我回过你回过你。养猪哦，你阿妹有一只吗？一条阿妹。哟，还没夾搭到啲車阿妹。但你驚我掉，但你驚我掉，是講你驚走啊？你綁但你驚啊？而家咪講幾個數？哦，鬼！我咪講呢啲得咯，我就講啲車我溝起來了。大幾次？你啊？講巴比多誒？巴比都冇來啊，巴比都真久冇來啊。巴比都去醫了。去到咦？唔知哦，唔知嗌咩我講哦。你講。我聽你講邊你講。跟住，然後個有毛菇背記鬼告訴 expert。歡迎。然後冇聲個特別，然後個有新椒，頂住來過啊誒米露昂歡迎。大家好。阿妹拜拜上面嚟啲阿妹。多啦，多啦，然後我哋，我覺得阿妹拜拜第三邊你叫是多啦講大事。多啦。歸來背起。แล้วก็วันหลัง嘅講鬼嘅先生南晒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老焦加工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即 OK 新椒頭一擺冇看過伊嘅。你變青青是咪？變青青咩咪？嚇個變青青。應該不好。嚇掉好。你咩咪？面青青，你咩變青青啊？面青青，椒蛇女，你咩咪？椒蛇女，哦，你咩就是妖神女啊？椒蛇女，妖神女啊？椒蛇女，你頭一擺來啊？頭一擺來啊？啊，掉頭一擺，我其實聽到邊啲好驚。啊，掉頭一擺，你哎呀撲街！我聽住那姑了咯。好是啊，特別你唔係來過潮灣做特別嘅邊。你聽到我聲？誒，你是唔是聽到攞餅嘅喂？攞餅聲好。啊，冇應該是叻啊！哦，叻嚇！你到底打落去當劍？我特別靚。哦，得一個。當佢吹到嘅。啊？忘記吹到。邊度？Sungai Nibung, Queens Bay。哦，我知明。你真定是話對起是冇嚟吹話？我唔知都嚟。入面冇聽邊個學人家上啊？誒，特別我講，你就講佢近住頭手聽嘛，咧頭兜咗嘛，直頭聽頭咗。哦，伊唔係做到你唔係只鬼啊？你等時卡講。要講你聽只股啊？叫做股啊？嗱，我聽只股咧，我講聽 recording 嘅咯，定聽 recording 嘅。哦。一部我有時 recording 時喎 advertise 講我電視對邊靚噶嘛。誒，特別 fast forward，等陣，我弟弟咪講，嚇？變青青你講，啊不，me sorry，冇咁咪古靈啊嘛，古靈獵啊，咪叫咩啊？古靈魔。椒蛇女。椒蛇女啊，椒蛇女嚟。我哋啲都條 V 娃娃。嚇。啊。哦，你就是講拄着 V 娃娃，你講你講你八二安尼款呢？
就是是來。哦，我看到趙小英，我看到趙小英係點樣咯？小英啊，啊，未怪就是隻英食色，我就是看到一邊食色，我是來過咯，伊講伊無來，啊，伊講伊無來過，原來是我看小英。啊，because we 話我扮我講哇，這間人到咯，就住咧。原來是趙神裏邊青青。我無病開我喺厝。入邊我 continue 介紹別人先啦，看到都嚟咁講。有一個有啊，叔叔是住咧，叔叔是裝嘅。嗨，大家好。你是住新加坡啊？啊，我是新疆。你名咩？古靈啊？啊，我名陳澤斌。你住朋友？陳澤斌。新扎邊？誒，你是很常常食陳澤斌。啊，你我波食嘅啊？皮萝卜絲，萝卜絲。你成日 Holy Communion 嘅呢？就講成日 Holy Communion 啊！好好啊，南西啊，成日 Holy Communion。Holy Communion 社會嘅。哈，老會啊！你咩？你新扎邊？你住朋友你講？啊，學堂嘅朋友。哦，學堂嘅朋友 ，OK。學堂嘅朋友。啊，伊介紹我聽邊個福建嘅。哦，教介紹咯，而嚇，你一個咖喱摸住錯哦，歡迎。Hello，大家好。有一個 Skype 合併嘅青子老椒，歡迎。大家好。有一個有豆卜。大家好。加個住啊 ，lesson 嗰條。咗，你看到阿妹。你 OK，咁樣回到啲時間。冇阿 John，睇點嗬？係你撳並幾撳喎？我撳啦，我撳譜過來啊，我撳了。撳未幾？你講嗬？阿 John，你借我。數位撳。冇電喎。數位撳。John都冇電撳咩？做咩？嗱，我這些人電話我嚟橋，我嚟接。啊，嚟接你啊！我成日碌阿爺人嘅 number 先嘛。免咧，嗱我啱免咧。冇啦，冇教過嘛，驚嗰啲嘛。Unless 下掉 unless 只人道啦，成家攞佢哋 review 話只 video 只 can 叫做有咩啊 ？Justin 嚟哦，是 Justin 啊，別記啊，別記咩咩啊？特別只人道嘅，攞去看啊，特啲應該開間店。donut 係什麼？不唔是 not donut 叫咩 bagel 係點咩啊 ？bagel。anyway 就人道，唔係幾買人道？咩咩啊？點啊？啷個應該講？古靈，古靈，唔是嚇椒成年，即係講古靈不啦？特別古靈是下面介紹來嘅嘛？椒成女，椒成女，我未了，椒成女。你是唔是教會話講？誒，唔是，你都唔知我對哪？會話教我講，伊教講只一人拄着誒講，哎呀，我唔知啦，我唔歹勢啦，唔敢嚟隨我。就咁我對佢是啊，我俾教人講啊，我呢會對佢啊，攞問歹勢哦，我就杜蘭那是個攞個歹勢，我呢會對佢一個冇見到路，我就撩人。喂，我背記段呢是上嘅，就冇差唔多條人一間啊10間，咪是上嘅咯，所以人咪佢嚟拄我咯。阿 John 阿寶嗬做邊咧？我驚嘟嚕到 Kansas City 啦。喲，真係貴！我嚟正嘟啊！哎呀，比較誒 gathering。誒，等陣講到比較 gathering。嗰時貴告訴當劍，我未劍。拿做簽語。繼續講話。佢好似係雜波先，住先嚟，雜波龜先。lesson 嘅波，lesson 嘅波。哦。雜波龜。OK，嚟，住龜個數俾講寫，我隻金。等我傾。即係右邊咧，右邊呢啲冇上位做工啦，可能。聽到貴嘅冇上會貴個數，成日都去 New Zealand 啊 ，New Zealand 有冇成日講，咩都自己看到本啊，成日講貴嘅物件都去每條咋。有聽講啊，特別唔知是唔是真，因為講我之前大做 cherry 嘛，
了伊嘅袋率吼是一隻遠嘅，要行5分鐘才到嘅嘛。哈，那麼無火暗暗嘅啦，因為我大 cabin 都無火嘅嘛。了人講有一件袋率咧是真大件嘅，了伊是何種成 OKU 用嘅嘛，講手攤劍嘅啊，夾不到嘅啊。了有一個馬來西亞，阮嘅馬來西亞查某囡仔，甲蛇王嘅啦，我叫查某囡仔啊，因為真幼稚嘅，要聽唔聽學緊哦？伊唔知應該冇啦，不要講。哦，佢唔係今日實講呢排話都講。然後伊講去袋率嘛，平時查某是袋率是要下你來嘛，要時唔間下話，一直一品照嘅嘛。然後伊講伊辦完了啊，伊無夾起來，阮買咪搶水啊，去洗手咯。然後洗變過看時，伊下你家己夾，伊下你唔夾夾起來哦。伊講坐一定唔夾起來，因為平時伊是關時啊。較濟人搶水是冚落來嘅嘛，特別伊下你是規個夾起來，所以講伊下就伊。Hummingbird，往嗰邊嘅烏魯 spring， spring 嘅啊，spring 嘅啊，老實講。有咧有 spring 嘅嘛？冇啦，伊是真舊啊，迄種袋率嚟嘛，有一個暗暗嘅，你下掉咯，你講唔知是唔是唔見啦，然後我就笑伊，我講冇啦，如果你是搭部幾個嚟俾品照嘛，係啦。我特別邊無咩啦，雖然暗暗，特別呢邊冇咁介意詞語，冇聽到咯，近啊，大媽教你講嗰啲掠狗嘅咯，啱名嘅咯，特別都冇聽下白你講數啦呢邊。แล้วnoแล้วนี่阿莫個價無貴啊，係啦嚇，上嘅貴啊，因為今季阿莫作家時有冇得見啊？佢往人講起嗰呢邊。因為我大位嗬，我近啊結陣有訂嘢，แล้ว大位嘅咧冇訂啱嘅嗬，我未感覺到嗰啲咯。你個 friend 咧，但你驚咧有驚條古仔呢？驚立條古仔。因為我大位個頭是似古似妖，แล้ว位了我搞得咩大，แล้ว阿妹愛看了冇立條古仔。真可憐呢邊，我冇一直未 join 路咯，本來想 join 嘛，呢邊完全未 join，冇電冇 WiFi。電話車出來啊？到底電話車出來？嗰條花車。啊！你唔是滑下水啦，你滑下路線啊，唔該鎖定。當然咩啦，冇實會啦。當然大頭啊嘛，加大下你頭啊嘛，下你鳥身啊，原住人鳥身。所以你免滑到對啦，你就大下邊啊。滑出來咯，滑出來頭位咯。public 嘅啦 ，public 嘅 internet。public 嘅啦，因為伊是 free 嘅嘛，伊下你真方便嘛，伊下你免累嘅嘛。好，1 gig 嘅。下都看。下都看啦，呢大丁嘅。呢邊是你騎有帶你講咩？掛了。得咯。最暗性啊，倒喺車尾邊嘅。所以這 station 有 WiFi 就係一擺響啦。嚇，有 WiFi 就係一擺響咯。呢個叫帶你講啦，特別比人嘅帶你講好。邊係車㗎啦，有係咪有？冇人啊，近日政策都好正嘅。即係暗啊，正12點都冇人呢個係แล้ว OK so แล้วก็มีก็別人咧佢係話咪梅線椒咯，梅線椒講佢告訴你咪係咩啊陳雜邊啊陳雜邊有掉，唔係沒有掉。Hello。你講你告訴我講。我幾個數，我冇幾個數，但我嘅 friend 嘛真係幾個數啊。你幾個講啊？會使。你嘅叻幾名咩？Iya, lebih Miami. Ini Cesar. 好，真好，真好，歡迎 Cesar 來。歡迎 Cesar。快點。不要緊，慢慢來，不要緊。講幾個數。Cesar 慢慢來，不要緊。真的。不要緊，我成講幾個數。你講。Actually 我這裡咧，我唔是我特技親身，你話曬就唔是拄着鬼啦。我去個早唔知幾多年前嘅事，我去啥？你較等嘅時嘛有啥講嘢安尼款嘅嘛？對。然後較陣嘅時我嘛暑假看迄啥跳檔嘅，看嘛過去一邊看人跳檔哦。唔是嗰啲暗啦，是要嘅啦，嗰啲嘅路邊啦。所以暗嘅位。暗嘅位 ，OK。有你講是唔是叫王爺，還是平常時人去檔嘅？
他一站的時是落尾一節嘛，等人要遊街嘛。哦，OK，等要遊街是伊人 before that 是人嘛要起動哦。然後我自家看伊人到底是哪起嘛，然後嘛左邊看咯。等他一擺是我嘛去吼。等我嘛徛條邊嗰等伊人 start 拍落過去，要 start 下嚟時啊，然後 feel 到感覺。成日特別較 pressure 呢就，成日唔驚要入來我位那關，但係就咪是我 try to 成日講，because 人講if 你那是買話，伊人是未入來，咁啊直接講買安那關，then 佢後嗬，但係成日我嗰時成日講佢裝 pressure，但旁邊邊我別驚人跳起來喎，本是多別驚看到人跳起來。哦，你邊啊？人好像去接啊！但我就請驚，我驚就是看我都走。但我女嘅時候，我冇到我直接轉咗嚟喎。我梗係驚就請驚，然後過後我幾日知道我 maybe 是看到你講我就請驚，但我就感覺暗暝直直失眠啊。然過啊後，另外一年我就唔敢去暗啊。哦，你唔敢去看啦。then 我就去看伊人出來遊街時啊，我嘛徛條邊行落去看 ，because 我自家看嘛。我徛條看，個再 feel 到成整下種 pressure 喎。誒，我未รู้咧 pressure 是安怎你講係樣看，安怎係 pressure？伊成日講 pressure 嗬，要大成日你目睭迄邊嘅狀況，就是腦裏目睭嘛。腦裏目睭。something 這邊嘅位哦。伊成日講一個 pressure 要入來喎。真硬真疼誒。伊成日講。嘅講有辦法安尼款咯。嘅講冇得有一種 pressure 不要講。then 第二年嘛多嘅落看咯，看嗰時安尼款咧 pressure。then 黑陣咪是我 because 我唔敢叫人去啊嘛，所以我去嘅時候我看冇到我載我一個朋友去問。然後 feel 到咧，但我唔敢同我朋友講。then 問下估我看，我 feel 到，嘛估我別驚人個仔跳起來喎。then 我個仔就赤腳個仔學我都走。這是我 feel 到嘅咯，我平時係感覺到我頭一擺去嘅時 ，actually 我去嘅時候，我朋友已經 feel 到講我辦無水片咧，問未？無咩女片咪我做咩事 ，then 我成日規身軀辦部做安尼款，然後直直啉水那款，但我 feel 到我辦部啥？你平時看就幾啊？你平時看就幾啊？你看就幾啊？看袂到嘅喎，你感覺到咧？我平常時本未感覺到，我本唔知係你是巧合啊，是咩？但都好攞擺本那款，我辦部相信咯。誒，一頭係你要去時，你叫邊個叫人去啊？叫 video camera 翕掉，你去啦。然後叫 video camera 翕掉，你個去。哦，唔知喎。你做咩事都買咧？我佢講我第二擺本那款鬼後，我就嚟講嘢咧，有啲冇去啊。誒，我問你做咩事你驚買去呢？買係去啊？我唔知 ，because 我冇想嘛。紅飲你關機我唔知我特別做咩，我咪驚。你時時講哎呀唔知，肯定是亂跳啦，就你講你未 control 啦，你未幫你 control。then 伊人講那是 once 一擺呢 ，then 伊就嚟就講你所講伊古早成講我記咗你課堂面唔驚，講那是你買話伊人是白 ，because 你冇學 permission 嘛。唔知啦，我古早我聽人講嘅啦，所以是安尼款咯。然後安尼款嘅。然後你寫啥來喂？寫啥？然後法律講，那寫啥來啊？不伊咪講。喲，這邊是咪講？我愛聽啊，我。講啦。也幾個數真好了。Please，佢講我對意思。也幾個數是真啦，真嘅。我聽，我聽。ai 講啦，唔係，我哋條邊嘅表情啊，看袂到邊嘅表情啊，聽聲呢。我要寫啥？啊，你聽到話，你聽到話，寫啥你聽到話未？我聽到咯。寫啥聽？哦，聽到你嗰邊聽到話啊。
等下，我把阿你买好医生。别去，你免把我听到，我听到。你讲唔清楚。别去，免讲，别免惊。你我講了，我就驚了。四三，四三，你講啊驚嚇，別緊，你這裡面山楂餅會波比魯，波比我波比度嘢。我你個我未รู้亦個事實關係嘢。你講啊講，你係講，先生，嚟講啫。你講。先生講。講咗未？你接落嚟本嘢看到幾下聲嘅大漢。看到唔是我，看到是我查某囝。你查某，你個 friend 啊，啊即三十邊個 friend 啊，啊是八零走啊？伊古邦捌看過，無觀音，阮捌看過嗰個咩唐三藏啊。唔是唐三藏，成日我哋人地藏菩薩。特別我要講嘅是，伊嘅爸真是親自體驗到嘅。講。到邊年曉嘅。講爽嚟。爽啊！你那是安尼啊，你叫伊講啊，伊本人講你聽更加爽啊。嚟叫嚟咯，叫嚟。要啲。叫嚟。我阿媽叫伊咪嚟。別見你講，伊咪嚟你講。因為我講嘅本無夠正嘛，唔知100%伊家己親自。叫嚟，看嚟哦，那是咪你講。伊都咪嚟。冇你嘅。伊是甲我講，伊是你在邊邊遐嘅迄個人，古邦嘅伊人，真20幾年前樣嘛是捌去咧邊邊遐成個人去做。Bungalow stay 呢？做迄個成個人，伊邊邊遐有迄個叫啥物？成個人發雕，特別唔是發雕嘅。是Bungalow。Bungalow 嚇，邊邊遐，搞到馬路伊唔敢去，伊個朋友個了看到嘅，親眼看到嘅。OK， 講我聽，伊困啊未？伊名咩？伊無困。伊名四三名咩？四三。四考。安哥名四考。你叫伊來講給你聽，真正爽。叫嚟，來做老作。伊同埋。係啦，日日老作正來老作。我講兩部給你聽啦。OK。伊人個了去咧Bungalow咯，有啥同事個了叫去。Bungalow 咪真係一房間嘅嘛。有樓頂有樓下嘛。了伊就叫伊讓同事個了去嘛。個了話是去對面做成個人 barbecue，安尼款成個老作咯。還沒有燈。伊人是好似上韓江啊。韓江嚇。韓敦。特別你講嘅韓江嘅了個唔是啊，因為伊有差別你知哦。就差別真嘛。了，伊就成個咪是個了，咪就好平個了，個了去勞作咯。做勞作，了冇嚟就了就是了咪是，伊啥有間起好直接嘅事，伊就啥有家己感覺成個無咪對平啊，你知哦。因為伊個Bungalow樓頂啥長一個嗰個鏡，好平下面嘅水盆下面啊，了伊人有藤啊嘛。一張一出來是伊就講伊藤啊，就家己啊，開啊，大風飛來嘣一聲咧，你知無？伊就家己感覺無幾長，了伊本無去管伊，特別伊家己啥全身家己感覺啥不舒服啥啊，啥啊疑慮安尼款，特別伊朋友們感覺你知無？伊朋友們感覺特別。伊就看伊白白對向目睭看來甲看去，阮無講半項，無講半項啊，過啊就無管了咯，咪落去樓下咯，落去樓下，伊人就去做伊人嘅啥party嘅物件個了嘛，了party嘅物件啦，過後嘅時人就去，你知人打包有收音機嘛，就收音機了，伊就人就去外口嘅收音機，然後Bungalow外口嘛，Bungalow外口啊收音機咯。了，伊喙就甲震啊！你講啊！伊甲伊個朋友兩人白白去收音機外口咧，伊喙震，
你人就講起咧，唔知伊朋友就講一句話咯。伊講哇，那有水嘅出路，唔知阿咪，咧就成有講到安款嘅物件，你知咯。然後當然就是我 husband 嚟咯。哦。然後伊話你講一句話嘅人，伊就隨正嘛，伊隨正。伊講，那水我出去做無啊？哦喲，之前啊，你硬講啦。伊那上大。是你硬講還是你朋友？真係。Hello。伊上大。你聽冇到咩？你聽到話我？嚇，梗係細聲，我聽無。哦。又見你接着講。有啊，伊個上大你知哦。伊個上大，伊講水我出去做無？這是女翁還是女翁嘅朋友？爸女，伊講一句話，爸女是我 husband 古幫無，伊下好時無，了伊就隨正，伊講水我出去做無？佢啊，安尼款講上舊館就無事啊嘛。佢後白去做啲飛機做了啊，就入去，咪成日講古仔去做人嘅物件嗰度。但我未細三我未รู้伊講嘅時候，伊唔是講鬼啦，伊是講實在出路查某呢啦，伊唔是講鬼啦，係啊。哈，伊甲伊朋友講，伊朋友唔知講是講哎呦，唔知有蝦米喎，那有垃圾冇蝦米喎，然後話如我 husband 就應呢一句。免驚啦，驚面啊，水我出去做喎。哎呦，哈，切，了。伊就講一句話，乜嚟在佢後，嘛換技術了啊，點樣咪接佢咯。10 minute 嘅，伊接佢那邊嘅，伊自己來啊咋？自己來啊，慢慢來啊，嚟伊發盡後成啊成句啊，發盡一節了自己烤，你知？烤了，目睭紅進來啊！發紅就是咧，這是真嘅故事。紅進來㗎，你知伊講，嗰個人舉起嘅壺，沙丁壺啊，車舉嚟食啊！唔是咧電入面咧是車。無，伊人因為伊人要舉車物件，有要舉車物件去做，伊人舉壺起去，唔知要補啊，是要蝦米冰啊，是蝦米我唔知啦。車舉嚟食，你知啊？食了一邊有人甲เรา對車鏡就掠伊，我甲你講啊，10幾人掠，一人掠袂掉。伊發燒了。發燒佢後另外一邊有一個就看咩就去叫外口嘅人嗰邊有夾嘛？叫來，你唔來在其中那邊朋友一間有加減學安尼物件，你知？甲伊掠，伊甲伊拍。我未รู้你อังเอกีอีกองอะคืออะสิอีเอกีกันแล้วนะฮะนี่มีแก伊將伊袂 control 家己，伊知，但係伊袂 control。จะ把行物件得 control 呢？伊陣有一個物件 control 掉伊家己知，但係伊 control 袂掉伊家己。你明唔明？伊就將，然後真正一人驚伊傷害伊，你明唔明啊？伊傷害家己啦，係啊。無驚人別人甲了看到人驚嘛，驚講我 husband 會去傷到人嘛。是嚇。了乜嚟在那邊其中一個有淡薄學淡薄術嘅啊，硬個掠哦，你知啊？掠啊佢後是個舞啊穿啊真正半死你知啊？了佢後是個計咁啥無輸去啦。無輸去，特別對嚟呢3日過再來。要到啲厝嘅時啊，還是？伊對嚟。特別你阿未教英國還是，所以你捌伊啊未？唔捌。未怪咪是咪嚟講，伊家己經驗過呢樣啊，佢哋冇咩愛講起。你知蝦米事？伊會甲我講起哦。因為伊即了事，伊無甲我講起，因為都是古邦嘅事，我捌伊時，我甲伊說到，你都知巴杜蘭江嘅咩話骨咯？蝦米？唔知。巴杜蘭江啊，咩話骨你知？當知哦，我講古冇讀。杜蘭江。係咪骨？伊是只。咩話骨？
你個富國嚟啊，富國嚟嚇。哋八道蘭莊嗰邊有一個，佢哋面是咩咧？是樣樣嘅。是樣樣嘅對面嗰邊，有一個 apartment 咩話骨嘛？哦，是。佢 apartment 對面是唔是有房嘅？我唔知有房冇房，我古房多，所以住到嗰邊嘅。因為八道蘭莊嗰邊有房嘅嘛，揸住房嘅嘛。你就係講是樣樣對面咯。我唔清楚啦，我在多位咩話個？南華一路來南坡對面。對邊啊，那邊那邊嘅 apartment 嚟。古早嗰邊嘅地是房嚟，我起來做。南西就衰啊，南西。都是古房我睡嗰邊。白鹿冇房啊，是唔是？唔知我看到是有房啊。點解佢房？冇啊。我睡到嗰邊嘅 apartment 特別做咗看到有房啊。前隻古有南西，係房啊，係房。古早是房嘅地，了人屋起來要起厝，了起拆毀要起厝，了等起係咩話骨咯？嗰邊古早是房嚟，前隻古以前。嚇！即個我是唔知，特別一到去我嗰邊嘅村厝，伊個我挪人嘅時啊，伊個我熱心啊。嚇個我俾，嚇個我俾死啊！你知哦？攞幾歲啊時？嗰時我話你應該26、7歲、25、26歲啊，乜嘢？嚇個我俾死啊！你知咩話？國嚟厝嘅梳頭啊，挪粒嘅梳頭嘅，你知哦？因為佢間厝村呢，我講挪人啊，我俾開門一邊個俾 M 後背，我俾佢叫佢名，俾 M 後背，你知我哪開，我俾開個經常個俾開個哪看後背，我驚伊個咪叫嚟跑，嚟有時一時啊，等你有時熱心熱咪叫嚟係我開門我將幾把厝邊請佢了咋。我將幾把厝邊個了開門嚟時啊，個了入嚟啊裂，我人壓個伊樓開係壓啊，叫佢後時唔知韓哪嚟啊，唔知安怎個做，我裂個硬鋼筋嗰隻。哦。搭的士去硬鋼筋，佢後好，去硬鋼筋做好咧時，佢後時伊個講起隻物件互我聽。伊講起互我聽咧，唔要緊㗎咋。細聲我未รู้伊起伊講起我聽啦，是安怎？伊本是叫做講係啥物？一直烤。哦，直烤。烤啊，皮水直流，白經硬個了誒。哦，你有成個大先去啷個講話，伊先無聽到，很曉。一直坐了，直烤咧，皮水直流未停嘅，直大缸細缸嘅皮水咧。伊接嘅是，伊是唔是航險嘅時候好，無事無大啊，航險嘣一下殺口呢？哦，你叫伊啊，伊唔知。哦，佢後我掉個我個你講，我驚個我俾死，佢後伊個我講嘅事啦。我對伊有控制感，你知唔知？驚係點樣做？因為我對伊控制感，上邊暗暝我困啊，變3個月、7個月啊。我係死咯！我阿妹啊，一暝啊，10點嘅時我一暝啊，定臨車見到頭我驚，但係暑假。佢再起。但有啊，對嚟嘅時到厝半暝每安尼。哦。家己嘅厝你知哦。你無變咯，互我練到我家己有膽，咩半暝你愛去外口聽人講嘅啊，壓嚟開去嗰邊嘅咯，你叫佢勁厝車。有啊。你都對安尼經驗都無變嘛？你無可能講買電伊嘛？對，都唔是伊愛本。你搞變做紅包了嘛？就是講有咱就白白愛去打嘛，對哦。我驚伊轉，將，你我當見我搞咯，我是擺紅光糊，我紅光夾糊變，你半暝愛發我個夾糊攬伊。好諗伊啊！所以當機，我係湖南，你講到湖南嘅時，我嘅想到成個咧煎嘅湖啊，又係南嘅 sauce 嚟對。紅光糊啊！爭2年整嗰隻一刀到厝，你知哦？哦，一早當金哥有關咧，一年後。佢你講青旗山，佢後一對嚟3節是，伊個高菜去青旗山對面，唔知一個紅光係咪啦？菜去解嘅，半暝去，你知哦？因為一半暝起嘛，半暝起。青旗山對面嘅，佢哋硬講係是等人嘅。我唔知，我冇去。
好似我無捌伊個嘛，伊家己甲我講，伊講伊起去養在家，伊起去搬山嘅時，愛落車袂起個了，愛行落去嘅嘛對。你知伊落車，你知迄邊搬暗暝9分9厘個了。哦耶！個了搬，你知伊只落車，嚷一聲9點走個了啊。耶！伊甲我講嘅你知。耶！特別好似伊甲我講嘅時，我半信半疑，佢後我家己親自體驗到啊，倒尾挖骨啦話。你個上線。倒尾挖骨啦，對嚟厝，對嚟 ，hello， 對嚟厝個攞刀你知哦。攞刀半暝時，我家掠鬼啊。我再掠。我把佢掠起來，將伊比個歹啦。哦，所以你看關係嘅時，你變做較兵去。你卡解掉。啦，是特登驚佢好笑叫，驚好笑。我甲你講無病呢，我甲你講你拄着物件啦，你無病你定着愛去會曉這物件。我就去比伊個歹咯，比伊個歹我甲比特別直心直念啦無阿彌陀佛啦無阿彌陀佛咯。你目睭攞你昂上伊咯，愛比伊個歹就對啊啦。比伊個昂。了，比伊個昂了，你愛去聽佢咯。聽紅光嘛。你點香還擺咯，你咁樣去燒芋頭啊，還啉啊，佢抹伊頭殼，你去叫伊佢間厝請個了。所以你叫你就是硬嘅對過，伊就 OK 啊啦，伊對1萬年就走啊。我係走我家己冇看到嘅。哦，你走我冇誒。冇伊看到，我紅一般嘅款呢。哦，你無病嗎？你無係咪未叻？你我安怎？是啊。就是咧，特別有影搞到馬路啦。你甲伊講升旗山啊。老實講，伊無咪敢去咯。哦。就是曼谷有嘅。嚇掉啊！嚇掉伊啊！一刀呢。แล้ว伊當今 still 伊往時不是冇去過啊？冇啦，這兩年無啊。哦，你好，所以你去過入面冇 OK 啦。我定定有陣時我有錯啥講定叫伊去，有咪叫伊去拜拜，係咪咯？拜拜咯，你若愛去本無病啦，咁解愛去就解了。你有隨身有摕條符安那？有啦，我本有件保鮮，伊有件保鮮符係穿咯，你我家己冇有芋頭。我成日講有 spare 咯，急用較早一張我夾，急用解用去咯，用得好咯。過來去拖，你我問你，伊特別起嘅款嘅時候，伊是上款嘅，你幾年來？伊家己起來坐了家己考嘅。哦，上款嘅啦，伊嘅版本上啦。你意思講，伊愛請到來啊，係話？哦，伊就是愛請到來，意思是講，就是我若是講，伊有陣時伊甲我甲伊教路啊咪啊。一丟就真刺激啊！真刺激！伊請伊就來誒。哦，請伊就是講來，你會使接了就去。我不要驚，我講你慢慢請啦，我等下慢慢甲你送。哦，你是講假路時成伊佢未笑，還是講啊？你嚟睇咩事？我覺得起，然後呢是咚就接，然後呢？冇，伊就刺激伊個會。哦，是講伊未 control，唔是講愛條啲請伊啦，伊是刺激啊伊 emotional 嘅時，就一成日真激動嘅時，伊就起啦。伊若是激動嘅時，伊就問我一句你相信咯？等你嗰隻嚟啊！我講嚟啊！我等下計聽。你改變過？你無變怎？你我問你若是你當今你嘅查某會看到嗱物件啦，啥物件？嚇那伊是陰陽眼嘅。哦，跟男仔像嚇，了你伊頭名我講嘅你聽，唔係伊家己講。嚇，伊名。頭阿咪數你，伊名阿莫叫。阿莫叫 ，OK。我人嘅名個老趣味嘅。嚇啦。伊是阿咪數，我就是每時係嚇掉，我唔知陰陽眼。嚇。特暝2-3點甲學去嘅，啊無下晡講徛到我邊啊，咩無驚咩嚇個死啊！你死啊！暑假到我邊啊？伊幾歲？阿莫叫幾歲是？嗰時看到嘅時應該是10幾歲。哦，大漢本人啦，無講是。暑假嚇，一個後我有去解問，
伊讲伊阴阳眼，伊爱甲冚下格。哦。特别伊讲，迄个师傅是有讲，伊讲阴阳眼呢，真啊侪人爱，有的人无。天公互伊的，伊家己爱冚，别人袂使逼伊的。哦。所以就俾媒体走啊啦。伊本身愛冚下格誒，就愛經日子冚嘅，你知啦。特別伊講愛伊家己咯，然後特別我有問我查某囝咯，伊講哎呀，阮陪甲伊安尼款安尼久了，天公互伊莫冚咯。然後春到來嘅故事，你家己問伊啦。OK，感謝，先生。別。แล้วอาเกียวไม่ใช่อาโมเกียวไรอาโมเกียว Hello อาโมเกียว欢迎Hello แล้วรู้สิเสียหันขี้ตัวรู้กี่สีขี้กี่หอยขี้รู้กำกับรู้看到哦，我唔知我家己有阴阳眼呢，然後有一道嘅是我就去厝嘅廳位，然後我就做 exercise。做 exercise 吼，我就有拉拳，我摇，迄時暗暝8、9點，你知哦。然後我就看出去外口大門有一個查某看到我，你知哦。然後我就驚啊！我有拉拳就掂啊隔去，我去走去舊衣面頂啊！我媽就問我係咪事，然後佢我就講有一個查某到外口看到我，然後佢又一蹲了，一成啊。頭毛冚掉伊面嘅了，係啊，激閃還是大幾口我唔知啊。然後佢後時我咪驚咧，我媽就去教我梅硬講。然後伊去梅硬講啊，唔知佢後時硬講講，睇你講囡仔就係出事啊，有請一個硬講嘅歌，伊是叫下面硬講伊啊嚇。喺度旁經一個攞呢呀，成日轉變個囡仔大漢咧，就愛請走了誒。劉海啊！交流開啊，流開唔知。交波啊！價值都係流開旁邊嘅。伊人講就是迄個硬講來，就係就是我唔知是我嘛無甲我請走啊，無甲我請去，然後佢後迄硬講就講買淡薄物件來燒啊面啦，然後佢後就燒啊嗬。伊嗰陣我看到就係看到伊穿咗買迄個衫就係哦，浪燒係伊個衫。媽媽嚟係點？嚇，買係穿咗我買。南西你講咩？南西你講咩？劉阿媽嚟知唔知？劉阿媽嚟啊？係咩？我唔知，唔是阿媽嘅少年呢。少年呢？哦。因為 normally 迄個硬講是叫床頭婆咩？我唔知叫下面硬講去啊，我未記啊，因為我問啦，問媽咪迄個硬講叫咩硬講講過啊？婆椒煲。嚇！對，但係人講婆椒煲。嚇！因為我大漢，伊硬講講吼，我大漢了無上走啊，所以以後我看到伊是過我嘅，伊無害我。應該是阿媽嚟，就這種嘅事較濟。婆椒煲是阿媽嚟咩？特別我。唔是哦，我見硬講是少，然後迄個硬講較好料，你知哦？迄個硬講我去教吼，我無解講半項，我看到下面物件，你知哦？伊硬講就講，你是唔是看到啊？伊大幾好，安尼看，直看到你直好，我講你死哦！伊家己阮食會着啊，迄硬講。然後佢後時往到買，我會記我買，唔知成個變色嘅衫。迄時我十幾歲呢，我未記我幾歲啊。中午。伊講。嚇！中學伊講迄個硬講毋知過啊16歲就要請去硬講暗嘛是啊物仔嘛，了我嘛未曉無甲我請。了你嘛謝你咯。你嘛無閒嘛謝。你哦，要請來不要請走。你嘛無閒啦，謝啥啦？了伊就是互我看到我買迄個衫伊穿掉啊吼，伊就無過一個後就無互我看到啊咯。了嚇笑下伊啊，佢後就無我看到啊。了參切色咗啊！然後佢後時我搭古早嘅時，早起我5點幾就起來去讀冊啦嘛。然後等陣我問你個阿莫橋，你看到伊迄個拍膠帽，叫咩啊？怎麼拍膠帽？破膠帽。你看到破膠帽嘅時候，伊你看到明哦，伊個影到啲外口，還是布布嘅成裝？我舊把路我個會記掉伊，我。
白嘅，特別無互我看到面嘅，伊頭毛冚掉嘅了嘅。哦，特別伊頭毛你看到明明啦，成個平時人，然後那是淡薄薄。明，夠成個平常時嘅人，你看無你到我嘅腦內邊啊，嗰是。啲真正明喎，我個想會記伊 pattern 嗰啫。係咪 pattern？伊頭毛伊三個 pattern 呢？伊頭前之後我看到未燒迄個衫伊嘅時候，伊是穿條規束白白嘅裙嘅。哦。所以我驚到我轉，我唔知咩事，我係看到我家己驚到我。頭毛長啦，長啦。頭毛無講長啊，真恐怖嗰種啊，長我長滿嘅啦，特別伊隔了冚掉伊邊嘅，無互我看到伊邊。แล้ว有陣時是唔知啦，我 feel 到有陣時我多處嘅時候，咪會 feel 就係哎呦靈靈嘅了。有一日嘅時候我早起嗬，我看到規身白白嘅物件，好像飄過嚟，看到就，咧應該是迄個是觀音媽嚟。แล้วก็有一道我是去拜我去爸爸。แล้ว唔知係時請無我去爸爸來食嘛，去拜拜伊啊。แล้ว我往到騎出去嗬，去叫天公叫伊坐我去爸爸來食啦。แล้ว我叫好嗬，並佢成個看到一身嘅地藏菩薩行了起來，你看到在哦。後面地藏菩薩係咩嚟？看到隻眼嘅地藏菩薩就是講過地極嘅啊。哦，sorry。冇過地極嘅。過地極嘅，過地極嘅，過地極嘅血哦，OK，住咧，我看到，住講，但我過地極血住你搞啊？但我是上集邊講嘅點啊？講過地極血，我講嘅，伊講嘅，了，就是安尼看到了，佢後時，但係你講你 K8是個有地過，還是 K8貴線咧？請佢。就是貴線了，往有陣時有係咪特別日子係咪往去拜伊嘅嘛？然後迄時伊貴線無過年。哦。伊貴線無過年，安尼看到。John。喂，請知。咱福建人啊講保教寶是 guardian angel 嚟咯就。I see. For babies sometimes babies 困了伊人家己 smile 家己senyum嘛，是人講是保教寶衝地去討價伊，互伊歡喜笑。保教寶是 guardian angel。I see. John。喂，就是英國中啊。保教寶是蝦米 ？Guardian Angel， 保教寶。Guardian Angel， tapi 啷個在意字什麼啊？抱的腳呀 ，carry the bird 呀。是唔是？我唔知。保教寶是一個人講啊，成日講一個 baby 出世過後，伊。我每女一字是唔是抱了 baby 嘅抱了照過照抱照冇？唔知哦，這個我未曉。That I don't know, but 咱福建人是叫 guardian angel 啦。伊無做like endanger you one. It's a very good spirit. It looks after you. OK。特別我講好人就叫床頭婆婆。Hello。講好人叫床頭婆婆，床頭婆婆應該是。你行了就你講，有你。我有講過嗬，我係另外我有一朋友伊小妹看到。你講。butterfly 叫係咪福建話？貝亞。貝亞。貝亞啊。貝亞係尖哦。冇啊，貝亞尖唔是去你跟你 butterfly 嘅啊。Butterfly 咧散啊，肯定啊，確咪就冇人知咯。知是 which 來嘛？知下對。你一下講冇人知啊？知唔是 which 啦？知是 spirit 啦 ，something like。上個實 spirit 啦，伊小妹食細漢，了暑假伊係個半日嘅嘛。你頂擺掠掉啊，就是利伊嘅舌啦。利掉伊舌咧，度咗伊嗰陣。有貼伊舌啦嚇。貼伊嘅舌，係咪看你嘛？了有時候伊啊了阿妹是咧，normally 頂擺我係廚師講，頂擺就係廚師，伊會卡伊會幫車是啲學校嘅嘛，另外一間嘅。
对不对？除了边啊搭出来，用迄种嘅用板搭出来嘅嘛。所以小妹咧，暗暝時就走去，安尼咁啲學校，然後伊就看到，伊就看到車迄邊架放車迄邊架暗暗嘛咧，看到一個查某徛在迄邊架好勢哦。你會叫佢走去看咯，你看到一個查某哦，徛啲，迄個查某是有影像甲迄個花葉安尼款嘅哦。哦。伊個衫哦，伊手吼有影是伊個衫像甲迄個花葉衫，安尼款呢，有絲嘅哦。伊小妹不過講真正細漢啊，伊小妹話甲有10歲可能啦。然後迄間查某吼去拔伊小妹咯。伊不也知拔啊？拔伊不是拔伊嘛？拔伊後了，伊小妹啊戇去，規人徛喺邊架吼，袂曉烤，袂曉食，然後迄花葉真無地步。然後我朋友人去找伊嘅時候，隨地徛啲面甲講了，然後人叫伊哦，伊甲請哦，伊甲烤哦啲面甲。哦。然後去到去伊唔敢動嗰啲嘢。哦，無嘢唔敢嘅，你無嘢嚟貼啦，嚟貼。唔敢嚟嘅貼嘅嚟啲咯。哦，我聽過，無嘢知。因為看到一個查某，唔也是伊衫像甲。Sepatu fringi boya ada sang. Saya le batik ya. Yang batik saya kusan ya. Lo tahu kami ya, le mumu ah. Kaftan lah. 是唔是？我也知。OK， 你我未看過，我未看到啦。別人怎麼即係別人講新椒啊，成個你米羅昂啊，你話咪幾個是咪講講？我唔是我啦，我是我係表姐啦。你使講？伊自己講哦，伊到朋友嘛去新加坡做工咯。然後伊嘛對伊去哦，然後伊頭到厝誒無物件誒，然後有一個時候，伊有睡房間嘛，然後有一個是特別朋友先去做工先。然後伊嘛走去就是4個點去做工啦，5點半，然後嘛去人房間咯。然後伊困嘛，困到一半時候，伊就甲搖啦。係咪搖？然後伊冇管伊哦。卡搖啊？就甲搖。哦，就甲。就甲。就甲搖，然後冇管伊哦嘛困咯。然後伊那搖那大啦嗰陣，然後我條隻手啊，感覺後面夾夾。你嘛驚咯，後面夾夾。你無人房間無人，但係一個人嘅，你嘛驚喺走去toilet嘛？你看到伊嘅手啊有嗰個手氣印啊。唔是 boyfriend 解啊？唔是 boyfriend 解？唔是伊 boyfriend 做工了誒。哦。到底卡是手 ，maybe 是自己解。伊手。我覺得後面自己解嚟喎。唔知啦，伊講緊啊。你看到手機隻啦，到底手誒。我捌聽過本嚟隻 actually。手機隻我咪隻驚。有咩？尤其是我捌聽過有人是到底夾隻位啊。你看到夾隻咧是，哎呦是成個係什麼叫燒還是嚼，然後呢好，你去看是伊後尾手機嘅隻嘅嗰啲哦。夾隻個比較人教啊，個見得冰啊咧。冇物件。講物件我一看。幾哩？แล้วก็จีสินจะเลยบินเช่บินเช่ก็ดีอ๋อบินเช่ก็ดีอ๋อบินเช่มีอะไรอ่ะแต่ว่าแซ่เจ้าหนุ่ยอ่ะ唔ได้是唔是แซ่เจ้าหนุ่ยอ่ะไม่เกี่ยวแล้วปะหลังเลยปะหลังก็มีคุยก็สิ講冇啊我咪，但我妹到對一間啊，這啲情節咧，係咪嚟？情節都冇幾個是講啊，是呢。講了咯，講啊，你奇故事咧。講細漢嘅，細漢嘅。冇你 ，because 你係 sister，你 sister 是你小妹是你知啊？我係小妹。你是 twins 哦。啊。你小妹看到嘛？你小妹當金哥少看到。冇啦，佢閃了啦。哦，I see。然後伊落股，伊特別一直落來 ，forever 伊 lifetime 㗎啦，伊會看到啦。呀，伊會看到，伊會 feel 到嘅。哦
看到會 feel 到。你會記講有第一會記先，伊甲你講嘅物件，你就驚。頂頭你講嘅是得落啊嚇，得落。嚇你會記講啷特別，所以伊再講你無暑假嘛，你驚嘛，所以無咪甲你講嘅嚇。unless 上個頂包我甲你講，我人換車了，就記 traffic light 是講 come back 四期嗰邊，我講你笑話咧，紅會未行，伊講我 after 變行會了行了，我問喊叔叫我行，伊講佢咧一隔壁嘅車嘅人啊，我看到伊面個咧有回憶上啊，要弄車要死嘅呢。哈，對。แล้ว平常時伊捌甲你講過伊係咪告訴我？你會甲我 share 伊家己看過嘅物件，還是伊無咪甲你講嘅？哦，我有甲你講過，頂擺伊大去 Federal 嘟嘅位啊，大 KL 啊。我爸嘅生日，卡了人就要對去本來去做勞作啦。但係伊未通對 ，because 伊冇路做工呢。然後伊先伊來 KL， 伊帶到我嘅哥甲伊家咯。然後我三哥三嫂甲英國中嘅兄弟嗰度對邊咧就，伊去讀French 啊，去阿兩 Français 啊，แล้ว路途伊對來伊家己換車，伊換古早伊換隻 BMW 呀，伊去個山位啊，伊看到一個查某，伊你要去個路要去個山，上個跟若去山咧，伊路邊啊是落車咋，伊看到一個查某徛去咧街路邊啊穿個咧白嘅衫，特別伊較只。伊看落去迄個車位，伊家食去迄個街路，所以落大雨，所以伊下伊車，伊要問迄個查某有啥物代志，伊要求伊啦。伊是伊加伊車會行路咧，查某變來看，伊講咧查某面白白頭毛個了長長個了，伊目睭個位啊，無目睭個是內空爾。吉利，我諗看到嚟驚死我老趙，成個男細點解看到斜斜面嘅啦？係到底看起來是？但我是英國中伊 post 一個 question 我冇看到，伊是會看，因為看下面是紅江湖。對啦，你講嘅對啦，是 charm 嘅上面你夾掉你。Talisman 紅江湖是 Talisman。แล้วก็一個講。Oh, gosh, wouldn't it be creepy to see a figure sitting behind Yao Bin in his back seat? 冇我走去啊，冇等他去啊。Yao Bin 我甲你講啊，大擺我對去檳城啊，我人帶去檳城嘟嘅 club 呀。我大擺英國中在，大擺若是對去我是要帶一間房間嘅。然後我舉我嘅 computer， 我嘅 MacBook 對去啊。有時若是暗暝未困，我就佚佗 game 咯，坐去伊個 desk 位。有時啊，我毋知啷有 have this experience 啊。你家己個房間啊，特別你想啊，有一個人伊行過，你變去啊無半項嘅。有特別忙呢。特別是呢啊，南西嘢啦，南西。半暝三更我聽啊，囡仔我樣做老咗，我next morning 我去 complain 啊，伊樣講無啊，無半人大邊。你睇到囡仔，你睇到成個 teenager party 喺度想下。大人囡仔個了講話笑甲叽叽嘎嘎嘅啦。哦。特別我關係啦，無驚了。等陣啊，แล้ว我就我嗰時我無去 at 一個人啊，伊講要 share 你幾個故事本，我等於 at 掉伊看唔知。Hello 嚇，你講要 share 幾個故事我聽啊？我嗰啲聽條情節，你講了了。係講了了，講了了。一句嚟。哦。你食蕉啊？嚇。阿見蕉阿蕉，阿蕉下嚟講，你 incident 到落去。我頂禮拜個我 boyfriend 去話車子去 JB 啦。到新加坡。
แล้วว่า對嚟是會 custom 特別，伊對嚟新加坡嘅 custom 我都特別開，你車阿妹嘅撥可以 officer check 嘅啫。所以我咪停車咯，我咪車開撥咧嗬。冚撥咧嗬，佢就騎車到對嘅時候，我唔白白攞人避掉啊，有 rose 避啦。哎呦！開啊是阿妹啊？多知道啦。I mean 5點幾6點咧。我問安怎係有 rose 避喎？你看咯。一開後時無啦無面嘛，奇怪司機安怎你看你避嘅嘛？有講舊家我騎往騎到半路嘅時啊，一個落車騎，如果是騎是嚟好說明嘛，一個要往落車啫，就冇人。你到底車啦沒有避掉，還是到底個靠步嚟避掉？冇到底車位，如果我開步一開後，佢哋騎車就對，隔一粒避啊紅險來，我就冇俾半行我俾，就冇俾，可能就佢唔是講，我講成日講車多 detergent 還是係咩，都唔是喎。你到底一落 after 你攰啊 check 攰啊時，你一落來去到朋友處時直直避掉啦。OK 啦，面就是唔是講只檔，啊啲先是紅險有嘅是，做咩數咧檔嘅避？一個又就冇啦。阿蕉你避掉你有看你袂使講胖嘅啊？是咩？特別講臭啊？你袂使講嘅你袂使講起嘅避咗只係 ignore 的避嘅。愛點點。點袂使講啊？你會使講人講袂使德國。袂使德國伊，你袂使講起咗只係。是咩？德國意思是講袂使去人嘅嚇。袂使講啦，咪講。咪 mention 啊，咪 mention 啊。咪 mention。別個話媽特擺講。你唔是話講起嘛？是我 boyfriend 講，人做有這邊嘛？你會避掉啦。袂使講，胖啊是臭味哦，所以袂使講起嘅。你唔是阿妹個袂使講嚟咩？無。你細路講你行過啊，是物件真假真胖，你唔使講啊。我來種面上是冇想你別 understand， 但是你別 understand 嘅物件你都唔同嘅啦。佢就是我你有啲油脂巴味掉真假味嘅。不，我味掉，我特別是味掉你半咁落味，等到時我係厝。你在阿妹時，我厝個你嘢來想，所以我阿妹時想啊，我媽特別講，切，別叫我別使講嘅啊。because 我行過我係媽到我係後背妹嘛，所以我過行過去找我媽嘅時候啦，味道是講哇媽 ，because 我係媽真係個半咁落，因為媽是娘娘嚟，所以特別有伊真係個半咁落呀。所以我就行過時，我就味道成個半咁落味，我就講阿媽我靠佢胖你啊半咁落，你講別使講。你講你胖咯，伊啊，伊入先個路掉個路啊。你若是講無臭味啊，有所以件事你嫌伊臭味。再講咩你講？但是講你再唔啱咪落，你風吹嘅啲味道唔會啱咪落味嘛。係你個無安尼驚，就講若是你無知啊，你 suddenly 味道嘅啊，係你個驚啦，因為你都無知嘛，對。我係厝外口有知，但係我無成日講。會嗰個，特別部上有味喎，因為上時一成好像一轉嘅味吹來啊。是啦，因為你風吹嘛。我真係suka香嘅花呀，上加bunga melok lah, ilang-ilang lah, aneh kau ni mikir,我真係suka ya。上加阿妹你出去行，你切女香啊，真正香嘅。哈，切女香是阿妹個開嘅嘛。對，9點阿妹才開嘅。แล้ว唔是出嚟啊！嗰隻行款阿妹個開嗰個9點花。哦，9點花。9點花嚇，阿妹個開嘅嚇。哦。係你真係香。แล้ว我就我แล้ว你感覺我個แล้ว嘅香嘅花是白色嘅。對。個謝啦，唔是講個แล้ว啦，個謝。哦。對。แล้ว我就係解啊，แล้วฮันนี่ซักเกอร์咁講，就是香嘅嘛，對，一香，真係真係香。嚇。所以我媽就講話特別，嗱是講話變俾人哋花嚟栽龍呢，又係講，係咪是都冇把你花俾啊？又係俾人哋花嚟栽。所以你明講阿妹味就味啦。我屬㗎，伊講係咪係你安尼看嚟花係哦？哦，係食幾嚇？伊愛食嚇，愛食物。我知，我聽過本。
哈，所以伊讲你无物件买啊，你买安尼物件。特别哈你芳嘛，所以我诶厝这边啊，我特地买芳诶花在我诶窗仔门口哟。Spring summer 时我开门时候，哈你风吹时伊芳咧就来我厝嘛。你冇拍，那我對哪呀？一間神女教神女對哪呀？教神女你有幾個是講啊？教神女聽得完啊？是不是教神女並且一邊冇聽啊？當然，教神女。是啊，這一冇聽到人講，哈哈，是你是教神女？聽到嘛？嚇，你有幾個是講？有啊。嚇。我 computer 舊數啊，但係有問題。OK， 當佢咁樣講 before，佢幾嚟隻你先講。我聽到啲一隻對啊，我成日是隻。OK， 你講下，你當佢明啊，講啊。嚇，一隻咧，我是會 share 我自己個數。嚇，伊是真係幾年前啦，伊細漢時啦，伊讀冊嘛，伊讀冊伊人細漢，伊人朋友啊，伊人是成日安怎講？伊人是點比賽教等於咁。แล้วสิยังแต่ตอนยังเก่าตึงอ่ะยังตีจ้ายังมวยยังไม่คุยอยู่นี่ก็ที่เล่นสู้เดียวแล้วสิยังเกาะเลยที่เล่นเนี่ยมวยแต่เกาะที่เล่นเนี่ยอีอะไรแข่งที่อันที่ยังสิตัวเราบิน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ยังแต่สังกังการเล่นรู้อะไรคุมมวยหอยหลังแล้วสิอีเดินแต่สิตีจ้าเขาจริงฮะ等到邊領啊？等到邊領啊？เดี๋ยว係咪嘟？係咪嘟啊？係咪嘟啊？ฮะกวางตูด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ล้วอีเดจริงๆสิอีตาจ้ะแต่เดอีอันที่คุมอยู่อีอันที่เดกินเจ้าแล้วสิอีเดบอกกะกิกินจุกีอีคลาสแล้วกินเราทวีสิฮะอีเด有另外一個อี班嘅朋友嘅啦一般朋友就到那邊行出來咧一隻呢本冇想到講唔會把那個開呢嘛貼連就會開咗即係到那邊呢我冇想到就咧伊就介朋友講伊就介朋友講哇你個朋友介講曱甴咧是咪是冇查咪是個係講你朋友曱甴講啊我個同我地渣嘅咧伊本冇想到咧貼連呢有啲冇數掉咧冇想到啦咧伊舊家開學咪個咧伊阿面二班啦咧是即係個數就低啦係講我伊隻菇啦嘛咧伊舊家開學開班咧時候伊先生隔離announce 講伊阿肯學生暫未already see 啊already 伊幫咩事規家老師學攞啲拖死啊伊教到伊生咧是受拖死啊咧伊早起看到伊哦你看你數咯係啦，我聽佢隻字，你看樣要其實你成日識嘅人啊，成日較識朋友人，伊成日學你看一百 before 伊 after 死後你看一百嘅。叫我想聽到 remind 我咧。remind 我定住我講句，我一個朋友講工廠做工咧，伊本是學 motorbike 學車龍師嘅時，伊接到電話嘅講交代嘛，嘅叫落開落歌係伊。哎呦，我冇記啊，冇聽到你啊！呢就是以前喺浪拜師嗰時，伊講伊唔制浪拜師嘛，伊做工上一間 factory，hotel factory 唔制，因為到啲落歌，伊就收到伊朋友拍電話係，伊講誒，我係落歌啦，冇蝦米物件，我係罵，你使嘢我係罵哦，就平常時間看啦，你咁咧就係伊較早嘅時已經到死去了，然後伊個接到電話。嘅，特別唔制個啦，接到電話時唔制講係死個咯，所以佢咪去，伊講你開落歌學或叫我罵你咪見，好咯。
伊接到伊朋友嘅電話，甲伊朋友講啊，伊是 already 死了，伊唔知是下晡12點幾時落車咧，伊下晡唔知3-4點4-5點下晡是放工時，甲接到伊電話咧，甲叫伊嘅嘛是唔知咯，咧而家搞時去甲伊嘅嘛，夾物件係嘛是嘅，就係講伊死了已經。冇到啦，當今人切過咪嘅啦，笑 handphone 笑係咪嘅啦，學你死嘢啦。笑 Skype 啊 ，iPhone 啊 ，FaceTime 咯。嘉公啊，他當今話人哋大廚個 Astro 參嘛。係咯。哎呀，買個 Astro 啊。就係咪我就是我知道就看到只幾年啦，可能別個有 mobile phone 嗰個。你燒 mobile phone 都冇燒伊個 telco 可以人。我下古細漢嗰時看人誒大厝啊，有 helicopter 度啊，話就是講我看有 helicopter，他個 handphone 個 Astro。我頂到對，其實我看到 iPad 嘛，你有 iPad。一個佢之前我未接過咖喱冇接錯咧，咖喱冇接錯幾個？告訴講。有啊，我小弟嚇講，我小弟伊之前是甲在人嘅車行為做工啊。車行是做車嘅啦，做車嘅 garage 啊。伊唔是算 garage， 伊是上甲automotive 嘅款嘅 academy 嘅。OK。咧伊頭家嘛叫伊啥大樣嘅宿舍啦，因為有一個宿舍嘛。但係是宿舍是學，我小弟是嗰邊做工，咧伊就幾那個學生咯，咧這裡迄個宿舍是可以學生住嘅嘛。然後佢就唔知點樣去，看到拍殼咯，拍殼咧有一個學生咧，伊就隨便啦，伊隨便就講這世界啊，無這種物件啦，無幾蝦米物件啦，有就互我看到咯。成一個中咧啦嚇了。了，伊一講你看啊吼，迄名是你我小弟是水是迄邊嘅真生嘅款來使講伊家嘛。你嘛愛看門，蝦米看門啊，唔愛看，甲了人幾樣背咯，伊就看到一口無去啊！伊就無伊管伊啦嘛，無插管伊。然後伊想是走出去佚佗嘛。然嘛無管伊啊！第二基本無看伊來讀冊。然嘛伊嘛拍電話去問咯。然後問了伊爸講伊看病了嘛無去插管伊咯。然幾樣時就問伊蝦米事，迄暝頭走出去迄度來找查某是無？伊講毋是，伊講伊蹛咧宿舍內面伊困誒時，伊變過去時看到一個頭安尼款上了伊。咧伊就是着驚咯，慢慢撞去伊朋友厝困咯。咧伊是快有淚，伊爸真有淚，知唔知？咧伊驚就是伊爸就安怎講啊？伊驚毋敢對伊讀冊，莫讀咯。咧伊爸就無法，咧就叫我小弟講有閒嘛，帶去梅安宮，因為伊毋是本地人嘛，毋是檳城人。然後伊個爸咧就啥無插管伊驚，你看人就驚了嘛，伊驚伊成日莫對伊。無管伊叫我小弟到腳手掠去梅安宮咧，伊即種因佢無咪相信阮誒，伊驚無咪相信就賣咯，賣了伊就成日特志莫去讀冊啦。然後無法了收到人誒淚了嘛，我小弟就錯咯，講咁咧攏做係保姆，暑假坐攏去梅安宮。佢白浪去，成做乜安尼款啊？無法掠去，嚇伊去我講無去你對了路，係咪？到尾甲對了去，แล้ว過伊人講有影甲伊解，講啊，你迄暝就是有看到，
講表แล้ว伊講好路對，我哋看到可以買，可以特件呢啦，actually 冇咪好玩嘅，可以講係咩嘅？如果見到時候唔敢對起，所以再特件就喺度對起啦，都對睇。你看到伊是人講解講是講袂插亂嘢啦，就是伊講你都家己愛看，慢慢好路看咯。你講嘅時候，你講佢哋冇上線，故意係伊講伊冇上線，咧若是講有咪可以看到咯，咧係咩伊都可以看到咯。你可以看到伊頭，如果伊一粒頭嘅話，我看到伊上到伊。แล้วก็จะมี即個神雜餅嗰條，神雜餅加阿莫橋嗰條。同我講，你講咩？嗰一個，阿妹就講。各位講一個啊。等下我會快人個有。因我聽。伊人啊，頭晚人聽到，等把路要講，我咪食下咧日本咯，都甲袂亂嘛。你搞我我食咁少，你神雜餅。係是，我是 supporter 嚟度，較早去 from 路地買直接。聽個路地巴路。哇！咁少，啊！即係邊咧冇嚟，冇拄佢路嘅邊咧嘅。我較早想要 join，但你成日講有時間未啱未 join，我你後頭講要 join，但冇時間。等見啲有閒咪嚟 join 咯。好，白打佢到底嚟啊？有閒嘅事到底嚟個叫你434 call。我甲學堂講，我講 whatever 個咧是學堂嘅朋友，學堂嘅sibling我特別愛學堂嘅。神雜餅藤，神雜餅咪是藤嚟，就是叫啊。招成女。招成女係講。我捌學堂本呢。你本捌學堂嘅。我就是特乜都要咧，伊同我講緊咗，我未有在嘛。假咯。學堂是好啊，學堂是我邊一個 boyfriend 嚟。我。你話咩？你講 ？Hello。แล้วจะพี่ก้องกู434 call กับกู阿莫叫。阿莫叫俾講嘛？如果有。講嘢。เดี๋ยวแกว่าสิ่ง講ไป嚟是個講白了。我สิ่ง before 我 start 咧，我先咧就有時候每一年就唔使啊，較早頭晚我講嘅咧，佢是正式是安尼巧合啦，伊人拄好安尼款拄好跳起來是，我正式是丟掉嘅。南西會每日看，但係一下去個天當時感覺到啲 pressure。是你有 feel 到你目睭啊？你看眼嘅嗬。我目睭就要直冚一電你先。落目睭。有落目睭。有垃圾成個目睭成淡淡嗰咯。是無白成講執石嗰嘛目睭。成個電呢白啊講咯。呢白啦，成執石嗰呢白嗰啦。你試啊！我唔知喎。我冇啲時看到，因為我人特登是住喺你會學嗬，我人嘅目睭嘅檔案是真正暗嘅嘛，真暗嘅嗬，你目睭我直直成淡淡愛冚嗰啲嘛。咧頭淡淡嘅時候，目睭呢邊夾聽咯，成個可能正一粒呢邊夾，暗中嗰啲咯。暗中嘅 pressure 啦。然後我講一個是古早我淨是看過本嘅啦，就是較早嘅是古早我成日去轉一種中學時我去轉一種課堂嘅嘛，我咪去咯。學堂。較早，咧有自己嘅時候咪去一邊啊咪調調，等計人啉茶，參加朋友人白白去咯。咧較早嘅時是無濟人啊，無濟人，我朋友幾若間。咱個一間就帶佢哋房間為咗坐條看車是咩？我唔知，但我坐條無解為咗講話。然後紅險嘅事，紅險我講到某時紅險多房間走出來喊個，唔是普通人喊嗰種，一喊個真係似慘白有皮本流嗰種嘅就。係咪是成個4 call 呢咯？係咪 call？ 4 call。
哦，唔知哦。洗衫是洗褲，洗衫啱咪是洗褲咯。咧哦，唔是洗褲，唔是洗褲 ，uncle 名洗褲。uncle 聽，當佢。伊無聽吧？伊講下一擺要來講，一定聽看。按我講啲下一擺來講。好。伊講伊經歷親身講人聽會覺真精彩。好。嗱，等伊黑陣時黑叫查某紅飲，你講走出來好個正，你等就跪落來，等就甲黑叫師傅又講，伊唔知是咩神仙咩安尼講一道對對。等我就無相信啦，but我真是真正就請驚咯 ，because 伊平常時嘅是伊是好好嘅就笑，安尼講啲紅飲跑個安尼講，無大無字安尼講跑嘅就，等師傅就帶伊去啊你門口你會就叫伊跪落來，等吼就唔知拍伊啊趕伊啊，等叫伊跪落來，等拍伊腳趾啊，等趕伊，等未成功嗰陣，等黑站嘅時我徛咗俾我驚半死啊要走。我真是真驚啊！盡等我朋友對我平去咧，又無驚到，並講唔知是正是假，對我來看，我看是正咯。等過後吼，就直講，等直好，等又講伊嘅前世啊是下面等，等伊是甲馬路嘅一邊嘅一曲人，是古早是情侶來，等人。阿咪有海誓山盟講要多即時個再多平平，大陸伊人攞橋本是平平雜啵，所以未平平。哦，lesbian 咯。安尼物件。then 我想是安尼款嘅物件咩？ then 過後吼門口位啊，他站嘅時候開門嘛。then 門口頂摩托入來就轉來。then 又講咯。人相信我講門口馬路入來，佢睇啥物？伊唔知講門口啥物，無看到伊講。人相信我講我馬路講門口叫入來啥物，我會知伊講。哦，實在係啊！伊講，伊會知講門口馬路來就啥物。然後我講，原來厲害咩？我心啊平常。OK，你講準嘅話，我相信你。你咪就係講門口來是門口，伊講門口來是講伊名 ABC 啊，伊講門口來是 ABC。讓馬路行出去看是唔是 ABC， 唔係再開門出來唔是伊來，無對。唔對啦！你一特本就係講歹勢啊咩物件嘛？特本就係講歹勢咩？等一無走，把一點，等一到邊個再好啊，個再好。做笑。你黑站咪是我驚半時，佢喺邊個講啊？性格嚟啊！人行人走。Hi，性格嚟啊！ Hi， 性格。Hello， 大家好。Sorry 啊 ，I'm late。我哋講幾個時候，幾個時候，特別我看到一間名啊，一間蛇白蛇古代。蛇白是最嚟。蛇白人啊！我係 unmute 要，等陣我係 unmute 要。蛇白人，你是最新交嚟啊？蛇白。係 Despicable Me 係你 Minion 嘅人啊？有冇？你名咩？啊？你名咩？我名 Stanley 啊。我知你學名名咩？死啊會掉啦！你學名係咩？嚇，你想學名？華麗，直接叫華麗。冇啦，我學名是孟加利啊。啊，孟加利好 ，OK。所以孟加利頭一擺來嚇。頭一擺來啊。頭一擺來呢？你聽別人學見聽落久啊？嚇？別人學見聽落久啊？我聽3個月啊。哦，3個月，無先安怎找到呢？嚇？我 happen to be 到了postcard 看到。邊樣學見？所以你到底你有冇 iPhone 還是到底攞嚟看到到底 computer 還是睇到 ？iPhone 啊。iPhone 你吹掉 ，podcast app 你吹掉邊樣學見？冇掉啲吹掉嘅。冇掉啲吹掉嘅啦。你到底到咯？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
我唔是邊個人啊。哦，但係你跟你講你到底幾大人啊？啊，我唔是邊個人，我大我邊個人啊？多幾個？幾大 ？Police 啊？幾大？哦，大幾大？我正就叫幾大人聽住幾大聽中文。是咩？哈。算係等你啊。哦，都算係等你，哦啊，上文啦，我啦哈。是啊，算係等你啊。哦。常常有過去邊個行嘛？是咱講福建話上嘅嘛。北方嘅福建話上。即係你聽你個叫幾個數，你冇講佢幾啊？啊，我幾個故事啊，我嚟聽呢。哦，唔緊看你就會我講啊，車或者啊，會使。John 啊 ，John。喂，應該點？我聽到就你聽John講嘅幾個故事了，你 remind 我有一個幾個故事。啊，講應該點？Finally， 我baru ka記了，我有一個朋友，伊本是較老嘅人啦，伊70幾歲了啦。特別伊講啊，伊嘅 partner，伊較少年時有一個 partner 啦，伊大概伊 partner 是25年嘅夾啦，你看啦。然後伊嘅 partner 是做先生啦，然後伊嘅 partner 本是較老過伊啦，然後伊嘅partner 有心嘅病啦，特別有掉心臟病，心痛，然後就會退藥啦。然後伊家己學嘅啦，然後伊一個日啊，伊佇做工嘅時，我朋友啦，我朋友佇做工嘅時啊，伊嘅 partner 伊嘅朋友嘅學啊，卡掉伊佇伊嘅 office 位做工嘅位啊，講伊聽啊，哎呀 ，sorry 啊，你朋友死嘅，哎呦，心臟病嚇！啲架車嘅事啊，伊無條啲嘢心痛，然後伊誒拔刀去啊，然後無邊去，然後伊現死啦，冇病啦，所以講伊聽，可以聽啦，所以伊辦工了啦，伊去找伊嘅朋友啦，做隔了後面你特別做真啊濟物件，你人若是死啦，就是後面啦，然後。阿妹是啊，阿妹下晡阿妹是伊講，哎喲，像我特別講，甲了人嘅朋友聽，安尼無條電呢，伊人都唔知係咪，所以伊一人啦，伊叫伊嘅朋友嘅客定啦，講伊人聽，伊拔刀死，然後伊叫一個真正好嘅朋友啊，真正好嘅朋友，大去 Manchester 啲朋伊叫伊卡伊講。我要講你聽啦，我人嘅朋友，今日伊死，然後這個朋友起哄甲伊啊，講，你講係咪鬼？係咪想你吹人哋毒嘅？你講衰話你看，你講你係咪想咩話？我是卡路要講你聽，這個真係 sad 誒什麼啦？你講，冇啦，你。唔知你講係咪啦？我拄到伊個日啦，我拄到伊落鋪去 Manchester 嘛。伊講白，伊啲教我聽日。伊講你幾點看到伊？伊講我看到伊3點啲下晡嘅事，3點下晡嘅事。特別伊個學堂啊，卡我朋友嘅時啊是差不多10點半啲才去死。所以伊朋友死了。特別即伊人嘅。一個朋友啲 Manchester 朋友講，冇啦，我啲行路時行啲伊個店嘅面前啲行路邊嘅時，我拄到伊看成個好好嘅款，伊講，然後我朋友就遲疑了，伊講，伊講你講係咪話甲伊啊？然後伊講，actually 啊，伊淡薄 weird 淡薄啊，伊講個話啊，我真正煩惱㗎。彼得我朋友嘅名是彼得，我真正煩惱甲彼得安尼無閒，但係真正無閒，我想伊嘅生理無袂趁錢啊，伊有真正摕錢嘅時候，我若是無定，你會使你過看伊嘅意思，會使你過伊，伊講你看甲伊啊，然後 so eventually 我朋友彼得講，我唔是被教官，我唔是被做蝦米，有影，但佢死了。
แล้วอีหลังน้อยอีหลังก็成日同我講我唔得再 explain 你可能你會 explain 啊，你會 explain that's why supernatural 未 explain 你啦，冇啦唔知啦 supernatural 唔知就是 supernatural 啦。應該跟他你有相信咯，你有相信啦，按照 explain 呢？未 explain 嘛掉。So something beyond 我別啦，我唔使 explain 啊。我想伊朋友啲 Manchester 咯，冇，你聽我講，我想伊我朋友啲 Manchester 伊 confuse 伊點聲淡薄，我想無掉啲伊拄着伊是情節拄着伊嚇，แล้ว伊 confuse 佢想講是情節。I think 啦。哎呀，英國講你。安怎會好你 convince 你啊？伊家己經驗過哦。伊喊對，把這把死是我對路啊，就誒講。吹，大家你先。特別你 proof 好啊，你特別 proof 好啊，你死掉啦。Can you stop talking like that 啊？別使，咁吹。呢是等陣我清楚未啊 ？OK， 咱小打，咱個講咧特別嘅邊即係白隻字啦，特別我講聽，咱講咧即係話地方去幫曬就一個咩落啊？我多聽 ，OK。你幫曬，我去做麻子。OK， 我在做麻子啊。愛小打是唔？鬼個是小打。愛小打，我愛加 V 話我愛後落拍廣告啫。嚇，拍廣告嚇，講。拍廣告，伊個無應來喎，你叫我計拍廣告啊？哎呀，你叫伊來啦，下面廣告。好啦，伊講我伊會過過去香港。嚇。แล้ว講伊幾個數咯？3月14號，去迄個 online 叫係咪華語啊？我講恐怖在線，就是恐怖啲線。3月14號我唔使辦啊，袂話這 show。11點，這 show 三月較貴啊喎。3月貴啊！我講 live 咯，無法咯 ，live 嘅人咯。3月幾號？伊是暗暝3月14號暗暝11點到1點。早起到底去聽？website 啊？website 嘅恐怖在線就是恐怖啲線。安怎恐怖在線嘅 website 啥物？恐怖在線線咯，啲線咯，喺啲線咯。我知，特別安怎寫啊？安怎拍你去 URL 是安怎拍？伊無互我 URL 喎。伊啲幾私人邊起來，我講聽下禮拜，咱接來內 topic 係是 before 幾個數辦嘅嘛，所以都好咯。緊白佬我知我 WhatsApp 喎，你講你私人邊較緊起來，123，我講啊123。嚇！私人邊開咩起來？我接來內 topic 是學你 promote 你啥物超級擺去特啲咧講嘅。我真就可以啦。OK， so 今時等我俾報告下，你咱夾邊只我見下知。OK， 老就青枝啦，有乜嚟先只啊走去啊，佢當然打報告掉，有個性格加是正撈掉。有啲性格是正撈，我冇咩去，性格是正撈，แล้วก็有ต嘛先之後就講幾個數咧，4、3、4個紅毛橋，是紅毛橋加即三隻餅，แล้ว是個有一間你明年咩啊？但係明年咩啊？別記啊，明年。孟加利嚇對孟加利，แล้วก็加個。我頭早聽到一個聲，我聽到係咪聲？係咪聲？追啦，唔係做你看啦，喂娃娃呀！情之人呀，看驚死佢哋。就係講話啦就。正三拜冇人講正三拜，是正三拜。你驚情之？你就係知㗎哦。你應該等陣拜。等我走去樓頂看啫。我好介紹我先 OK。แล้วก็應該點咯，แล้วก็點解你斜邊叫做咩？斜邊是椒蛇女南西毛蘑菇加咖喱毛子菜，然後一間對哪一名咩嘢見
咩咩嚇，大媽介紹一個大媽雜波，佢一間雜波，佢一間雜波是Milo Ong，Milo Ong，你有去過啊？Milo Ong 介紹 Milo Ong 來啊，是咩咩啊？一間大媽講檸檬對，檸檬對係咪？我看到伊個迄個到底。特別冇出聲。OK，感謝我俾佢幫曬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攏到對嚟講幾個數學網聽，是講你有興趣，不到被講咧，被參加成個係你神雜邊坐嚟一段咧，被講幾個數，你使嚟 join 咯，攞嚟使去邊咧學緊。.com 嘅位，你只手柄嘅除迄個 Google Plus 嘅，你去 Google Plus 嘅 page，Google Plus page at 話 at 你實邊咧學緊啊 ，at 個咧是我把啲有做錄音先，我就使起來講啊。但是講摸帶成日節咧摸帶，我係使佢去 Skype 嘅，我 Skype 是 John，我係使 at 我到啲 Skype 嘅咧是 message 話咧，同我講到是注意點，我到 at 你咧是到啲 Skype 講唔使。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 ，L F 再見，拜拜，拜拜，拜拜。